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相同时代，头先就来报连载。第6轮疫苗登记开放高端疫苗，这回有61万单高端疫苗通好登记，另外联亚疫苗 EUA 新早报通过。双北桃园拢宣布9月初一高中以下学校爱开学，桃园部分是讲有一个学生确诊全校停课14天。副总组织塔利班已经占领阿富汗，后比国家的大使馆拢撤离，民众也有人赶紧要离开。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个本土病例，2个带病入境，另外今仔日是无死亡个案。指挥中心也公布增加7个，可能是因为注疫苗所引起的死亡个案，其中注 AZ 的有4例，注莫德纳的有3例。国内新冠本土疫情16摆一新增加8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6例上侪，国内是台北市、桃园市各1例，无新增加死亡个案。本土的病例有8例，那里面大概还有2例是关联不明，然后境外移入2位。死亡个案没有哈。国内新冠疫苗注射也持续伫进行，目前已经有982万4000多人完成注射，疫苗注射率是39.04%，接触人口比是41.86%。不过也是有一寡疫苗注射了后不良反应的通报，事实有毋是真严重的不良事件。13至15中间新增加7例，可能像是疫苗注射了后发生死亡事件。有新增的4例AD 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在58岁到80岁之间。那另外同期间也有新增3例的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在58岁到90岁之间。另外，对另外一间国产疫苗联亚 EUA 无通过，是毋是冲击咱国疫苗供应，互人通愈济咧？但是中是讲，这就要看国际整体进货量，联亚无通过也感觉真遗憾。不过也是爱照一定的标准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国产疫苗联亚疫苗伫咧6月30日时阵有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不过伫今仔日宣布无通过。是由署长吴秀梅表示，昨召开专家会议，经过1天的讨论，最后的表决有17位专家无同意通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苗的安全性是会当接受的，不过中和抗体数据无达到免疫交接的标准。很遗憾的联亚疫苗昨天的审查的结果是没有通过。联亚新冠疫苗紧急使用授权 EUA 到尾审查结果公布，互外界意外是无通过。指挥官陈时中表达遗憾，是由署长吴秀梅是讲，15礼拜邀请药学、毒理学、临床医学、公卫专家等召开规天的专家会议，讨论联亚新冠疫苗专案制作申请案，到尾投票结果无核准。4人是补件在议，有17人是不同意通过，所以不会核准专案制造，也可以继续再去执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比较2支国产的新冠疫苗，高端血清抗体用转率99.8%，中和抗体效价662。6月15申请 EUA， 7月19核准通过。联亚疫苗6月27公布2期临床试验其中报告，血清抗体用转率95.05%，中和抗体效价102.3%。随时伫6月30甲是药署申请 EUA。不过经过1个半月，并无过关。疫苗安全性可接受，具细胞免疫反应趋势，综合抗体数据显示未能达到锁定疫苗免疫桥接不劣性的标准。它的这个2个疗效呢，评估的那个基准都没有达到，所以我们没有同意它的 EUA。联亚 EUA 无通过参加临床试验的受试者未来要安怎咧？但是中是讲会保障这的族群注疫苗的权利。我们可以尊重他的意愿，什么时候来找那个请我们的专家会议来做一点讨论。是药署表示，联亚会伫印度展开第3期临床试验，未来敢若透过第3期的试验结果申请药证，不过时间点会伫明年。佮强调联亚无需要行完3期临床试验，会当伫其中申请药证，不过条件是符合当时公共卫生紧急情势。也甲疫苗的采购是毋是也是无够的进行？联亚尾嘛发表重大消息回应，强调国内人体第2期临床试验进行中，若是人体第3期临床试验会重新执行效益评估。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登记自第6轮预防性时间对今早起10点开始登记，而且这第6轮有开放国产的高端疫苗，36岁以上的民众会当去登记。不过民众3次登记，这网络是有小可塞车。指挥中心表示，讲这2点钟内要到4万人去登记，所以系统启动当属关键。你好，麻烦一下帮我预约高端。陈老师透早来药局，请药师协助登记医药注高端疫苗。伊讲家己因为有过敏体质，看过相关的资料了后，真早就决定要选择国产的疫苗，也赶伫第一时间来医药。我等高端等很久了，因为我一直都想要打高端，因为我觉得对我而言它比较安全。昨日开始，医药公费疫苗针对36岁以上的民众提供60万剂国产高端疫苗，不过一个开放网也都卡掉的。指挥中心证实，因为系统开放2分钟内，向入来4万人登记，流量伤大，则启动流量管制。后来其实也都可以慢慢恢复正常哦。那一直到1点的时候，已经有24万的人有上网预约成功。医药成功的民众为23开始就会当注高端疫苗。除了特别伫台湾开始注高端，也证实目前已经向巴拉圭卫生单位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持续规划加执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当地其实它 COVID-19 的疫情还是非常的严重，那你可以看到说，他们目前死亡人数已经大概将近1.5万人了，所以整个上它是有一种紧急的需求。这样子的做法是绝对拿不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证的。他想压迫这个巴拉圭去给他通过他的紧急授权，这也是无济于事，对他的保护力完全没有帮忙。指挥中心统计，符合第6轮的公费疫苗医药资格有60多万人。指挥中心强调，若做伫开始注进前有更较侪高端疫苗完成检验封签，也有可能年纪会更降低，增加注射的对象。总统蔡英文8日下晡伫面册发文，表示家己已经完成上网络医药，会伫高端疫苗开始注的头一天8月23透早去医药的地点来注射。记者综合报道。湘北地区伫今仔日已经开放国中、高中2年啊升3年的暑期辅导课程。台北市也讲9月初1高中以下学校会开学。新北市甲桃园也宣布讲，同款伫咧9月初1要来开学。不过，桃园市长郑文灿也讲到，这校园内只要有一个人确诊，全校就要停课14天。实体暑期辅导课头一天，老师甲学校拢真欢喜，一入去学校就需要先量体温、分流上课，搁全程挂喙罨。昨日开始，国高中针对2升3开放实体暑期辅导课，为9月开学做准备。台北市首先确定9月初1高中以下如期开学，以实体上课为主。一个学校有2个班或者2个这样的确诊，当然就是全校必须要停课。甚至我们想到说，一个行政区如果有达到1/3的学校停课，那就全区停课。不过，像烫喙罨的片仔课，也是集体接触的篮球课，目前暂时无开放，也考虑到有一寡家长无放心，会当请防疫假。北市府估计每一班有10至15%会请防疫假，请防疫假的学生规划3种线顶教学方式，包括自行一班线顶教学，也是伫厝共步收看，也是小规模4班线顶甲实体谈做伙教学。新北市也宣布为9月初1实体上课，不过游泳课暂停，豪华人士袂当进入学校，校园场地也无开放甲走出去。9月1号的开学，其实我们是采取的实体授课为原则。那至于线上上课，是要有教职员工生确诊以后才会采线上。湘北公布开学，桃园也得咧做全市306间国小到高中，将伫开学前完成消毒。高职员做疫苗率ว่า9成5，只要校内一人确诊，全校停课14天。如果有1人确诊，就全校停课14天。那停课的期间我们要做远距教学，所以每个学校也要做这个停课不停学的准备。桃园市有计18到23完成国小消毒，24到30完成国高中。另外，校外教学甲毕业旅行目前拢无开放。等待中央指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早起，行政院有甲立法院的民进党团进行5倍券的讨论。落尾行政院决定，民众党唔免出钱，就会当领到5倍券啊。上紧伫10月初就来开始施行。另外，讲到数位版本的部分，也会增加优待，特别照顾店家甲大头啊。国民党真侪位立委到行政院大门口也加钱。
花无爱5倍券，发现金才实在。要求进入行政院，却为案经历阻挡，双方相杀冲突。因为这个时阵，行政院甲民进党立委讨论5倍券的会议正在进行，和无受到邀请的国民党讲不满，普遍讲这是秘密协商。现在正在密室协商，苏院长只愿意跟执政党的委员对话。我不晓得他们是派系在对话，还是真的在接受人民的声音。5倍券安怎法，毋但国民党有意见，民进党立委原来有声音。这场行政立法协调会议为16早起9点开始进行，有45个民进党立委参加，30个轮流发言。经过2点钟，会中达成共识，确定全民毋免阁摕1000块出来换5倍券。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因为今年经济成长率预估收关到5.88%，可望创下11年的新高，少1000块由政府全部负担。我们今天大家达成共识，就通通不用付1000块，就可以领到5倍券5000块。因为大家已经很习惯5倍券，所以名称还是叫做5倍券。它是限期使用的现金，而且会长高长胖的现金。这是在考虑到整个疫苗覆盖率嘛？所以10月初最有可能。应该是这样。5倍券预定10月实施，同时有机会以所谓加度的方式来照顾小店面、路边摊。苏贞昌希望利用5倍券来创造内需市场。若是国民党提出发现金的诉求，苏贞昌讲5倍券是有限期使用的现金，透过加度协助店头进行个纾困，亲像日本安尼发现金，大家拢甲捡起来都较可笑。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国际消息，讲到阿富汗的极端宗教武装团体塔利班，15进入到首都喀布尔，占领所有政府机关。那欧美国家的大使馆拢特利亚，连当地民众也拢赶紧去到机场，想要离开阿富汗，甚至因的总统甘尼也拢已经离开阿富汗啊。极端宗教武装团体塔利班为攻下一省的首府，到掌控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拢总只用短时间的时间。前一天也伫镜头前就抓被中正军队绝对唔落台的总统甘尼，15伫核心幕僚的陪伴陪王，他即克共和国。各地民粹专家讲，安尼做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发生会战。几点钟了后，塔利班民兵就进驻喀布尔所有的政府机关。切里首领巴拉达尔透过影片宣布战争结束，因得到历史性的胜利，国会沿用20年前的名称——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نحمده ونصلي على رسوله الكريم وبعد وټول افغانستان مسلمان ملت ته د دغه درنو فتح مبارکي وایو خصوصا د کابل规工落来，喀布尔街路不时响起爆炸甲机关枪声，欧美特例的战机、直升机，搁还一直伫喀布尔顶面出现。国际机场因为军事特例行动关掉民航机起降。因过一点仔拢无法度阻止为市民来惊吓不安、着急要走离阿富汗的民众。踮伫顶球坪为数几百名的阿富汗人，一度想要强行登上最后一班民航机，引起美军对抗鸣枪示警。另外，伫喀布尔银行门口是客满着急要将存款全部领出来的人。虽然这一摆塔利班办事会议一直讲，家己甲以前无共款啊，查某囡仔会当照常上课，也毋过伫进前，因所攻下的乡村地区却传出圣战士强娶民女，甲下令13岁查某囡仔结婚的消息。也阁有捌伫外国势力下面工作的人，更加是互看作是需要程度的叛徒。دوره طالبان که من خیلی طفل بودم مادرم مرا برده بود آیس کریم خانه و مادرم به خاطر از اینکه به چند لحظه روی خود مادرم لچ کرده بود طالبا به شلاق می زدن که با اونمو دوره سیاه طالبانی شاید بر بگردیم.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阿富汗去互塔利班占领了后，真侪欧美国家大使馆也拢离开。不过，甲塔利班关系无好罗西亚说是无要来撤离。另外，中国部分就较特别咯，因一方面惊塔利班会影响到新疆，另外一方面说是准备要成立塔利班的政权。这是顶个月28，塔利班的代表团访问中国，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天顶公开接待情形。接待规格是完全比较正式邦交国的大使同款。因过中国考虑塔利班是行极端伊斯兰的路线。国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离真远，惊所谓新疆想要独立的势力以阿富汗为基地，所以迄当阵甲欧美同款，对塔利班是较有敌意。
不过欧美撤军，互当地政权出现冷碰，而且中国阁把阿富汗看作是“一带一路”计划重要的据点。塔利班嘛希望伫政权了后，会当有中国的资金来援助。即嘛双方是麻麻。不过大多数的国家对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地位是无啥兴趣。英国首相强生希望讲，各主要的国家会当团结起来，为外交的方向甲塔利班孤立起来。另外，强生嘛认为讲，美国遮尔成功撤离阿富汗，要为即嘛阿富汗恶化的局势来负责。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U.S. decision to pull out has accelerated things, but this has been in many way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a chronicle of an event foretold. 美国总统拜登持续伫大卫营咧度假。美国政府敢若透过社群网络强调美国关心阿富汗局势的发展。也那白宫发言人嘛宣布休困一礼拜。国务卿布林肯是强调讲，阿富汗局势发展甲永年的越南无共款，而且甲撤军引起局势恶化的责任是完全撒去互正任的川普政府。The president had a hard decision to make, and that decision was what to do with the remaining forces that we inherited when we came to office that were in Afghanistan. 也那其他的国家，罗西亚虽然无主动承认塔利班，不过嘛无撤离大使馆。阿富汗附近的国家巴基斯坦，这年来去互指控是甲塔利班有暗通。塔利班掌控阿富汗了后，伊真有可能就会承认外交关系。另外一个附近的国家伊朗嘛感觉真碍拗，一方面甲欧美是敌对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对属于敌对的逊尼派塔利班是选择甲外交人员所去安全的所在。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高雄的桃园区发生大水冲断桥，民众调伫山区以外，到今已经超过一礼拜咯。虽然直升机拢一直送不主力去，不过资源有限，民众也开始家己找食的。另外，市政府也要拨经费予区公所做一个流量，予民众使用。来讲到冲断期的明北科鲁桥，有学者认为讲，这溪流的涂沙是伤过济，整修的时间开真长，建议会当先起一座吊桥，方便出入。插头倒火起来取代加速，家己种的竹笋也变做食材，加大水煮熟了后变做一大锅汤。大锅汤。交通中断。福兴梅山里的居民家己找食，宝罗市的山猪、溪边的鱼、野果、野菜拢是食物。因为直升机虽然一礼拜2摆空运物资，也不过载重有限，无法度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没有饲料了啦！什么饲料？鸡料。你有养鸡吗？也个人家己想办法找出这会当用行的路路，沿途程度路障，也将所种的金黄山影排落山去卖。也不过一抓几啊点钟，效益有限。市府干务局将提供经费，予公所驾驶永久性流笼运补物资。流笼的方案呢，我想建议说双线流笼是比较安全的。根据水保局调查。绿水溪水头游玩有惊人的土石量，扣走有5%冲到水尾，造成便道抢修，不时停落来，也予明北科路桥修复时间久长，也充满变数。所以学者建议，山区另外道路会当考虑兴建吊桥。只要有一个吊桥啊，能够搭起来的话，那至少居民的生活、日常生活啊，能够靠这个，在这个半年的这个到1年的这个高风险期啊。走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地方，研议如何从梅山口到大关山，跨过我们台中的向阳这边，让一般民众来做一个进出。除了为高雄这边出入，居民也建议出通台东的南怀公路，虽然车程究竟要加1点半钟，不过大礼拜会当外出补会，也会当让囡仔去学校，特别影响受教权。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有委托中央大学进行全国生活检测的调查甲评估，发现讲，伫咧去年全台湾雨水上界酸的所在，就伫咧桃园的中立，而且也发现讲北部地区落酸雨的几率有到34%。环保署表示讲，造成酸雨的因素是真多，无排除是天然气发电厂所造成的。最近的雨是落假，不过有部分所在雨是较酸。环保局委托中央大学做调查，发现2020年全台湾14个酸雨的观测站，中立站测到雨水的 pH 值是4.96，是全国唯一一个测到 pH 值5以下的观测站，嘛是连续3年测到雨水上升的观测站。雨酸不酸我是不知道了，反正头是越来越秃了。会尽量撑雨伞的，还是会怕那个酸雨的那个影响。是担心头发？对啊，还是会担心。做生活的情形，嘛互在地男性烦恼的愈头毛的问题。不过桃园市环保局强调讲，推动各种减少空气污染的措施已经有效果。今年监测的数字显示，生活问题已经有改善。
1到6月，我们的平均起来的 pH 值是5.52，就已经不是酸雨了。中立站测到雨水的 pH 值有较低，环保署研判甲附近的工厂排放污染源，抑佮有落雨的强度甲持续的时间有关系。另外报告嘛显示，团队收集清治的样本，发现全台湾落霜雨的频率是22%，毋过北部包括台北、桃园、新竹等等，落霜雨的频率是34%，比全台湾还佫较悬。其中会造成霜雨的污染物、氮氧化物，即卖量已经是比硫氧化物还佫较侪。也若这敢是因为要减少空气污染、减轻涂炭，互遐天然气的电厂全力咧放造成的咧。如果以国营事业为例的话，相关的NOx 跟 NO2 的一个排放的总量，这几年都有减量超过50%以上。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针对污染源的改善，来持续来加强。环保署表示，造成霜雨的因端是真多元，不过二氧化硫甲二氧化氮这几年已经明显有较少，也若造成北部地区的霜雨，氮氧化物的比例是较悬。伫空气污染的季节是佫较明显，所以袂当排除北部落霜雨的频率比全台湾佫较悬，甲增加遐天然气发电有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台东的林管处去年12月有对海端乡救到一只受伤的乌熊，经过照顾甲训练，顶礼拜也甲顺利放登去深山那来啊！而且伫咧乌熊的身躯顶也有装对冲器，希望这只乌熊会当健康平安。8月15日，台东林管处带这只台湾乌熊去中央山脉山区野放，甲笼仔开了后，乌熊回头甲救援的人员看一下，就是装入去森林内底。这只台湾乌熊是伫去年12月份，伫台东县海水乡的坎顶部落去用发现掉伫陷阱内底，而且受伤。当地本论族人通报林管处，送去病科台照顾8个外月，也有做野外训练。兽医师评估伊的健康状况无问题了后，才野放。期间发现乌熊的本论族人，嘛去现场祈福，而且甲号名做乌马斯。这只乌熊野放了后，活动力是真强。挂伫颔管内卫星发报器，信号嘛已经传到转来啊。是发现的这一只到陷阱的我们的主人叫乌马斯，所以也是他的救命恩人，所以我们命名为乌马斯。到了昨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接收到了讯号，他已经直线距离跑了1点多公里了，已经下了溪床，然后跃到另外一个山头了。台东林管处表示，从2019年到今，台东林管处就小连续接到南横山区的原住民通报有乌熊受伤，或者是发现找无路的鱼仔囝，计共有4件拢有救援成功。目前已经建立林管处甲部落之间乌熊通报系统。即马对救援也有野放乌熊累积更较侪经验，未来会当更较紧、更较有效率来抢救乌熊的性命。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高面鹰是一级的保育类动物。最近，屏东林管处和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合作，伫咧记录高面鹰的寿，佮记录到这个鹰的这个鸟仔囝成长过程，所以影片拢放伫咧网络顶头，咱做伙来看卖。高面鹰的鸟寿拢伫咧草仔堡内底，暗时看到高面鹰阿爸掠一只鸟鼠转来，5只鸟仔囝抢要食。高面鹰鸟仔囝规身躯白色，若亲像棉仔球，毋过愈来愈大汉，就变成蓬果面的妖怪。屏东林管处最近把这个影片放伫网络，互大家看到高面鹰古锥佮奇怪模样。研究人员嘛发现，高面鹰会使用人工的车架。幼鸟快要离巢的时候，我们有帮它上那个黄色的脚环。那个黄色的脚环是可以在夜间被辨识的，所以后来有几只幼鸟离巢之后，在其他地方的栖架被我们拍到，那我们就知道说，这只幼鸟它是谁，然后它是从哪里出生的。屏科大鸟类生态研究室伫屏东高面鹰会出现的所在，设置21个车架，经过1冬多的记录。这嘛是因第一摆做高面鹰个体监测，目前估计全台敢若剩300-400只高面鹰。吃了老鼠药的老鼠，然后就是2次的中毒的情形，然后还有就是非标的的鸟网这些的危害，造成它的一些生存上的压力。那我们透过这一次的研究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情形。研究人员希望透过影像了解高面鹰生活的所在，嘛推广无毒的环境，让高面鹰数量会当豆豆增加。记者邓亚文为做屏东报道。
国际上要紧，咱来看这个国际这个灾情。咱的友邦海地伫咧当地时间14早起发生规模7.2的地震，造成不到1300人死亡，有5700多人来受伤。上届害的是有风台特别来啊，可能会影响到因救灾工作。怪兽伫逃救队内底开学，要救出受困的人。台湾友邦海地伫当地14早起差不多8点半左右发生规模7.2的地震。这个强烈地震，互真侪徛家倒去，造成民众严重的死伤。Là, nous dénombrons 1297 morts, au total de 1054 morts dans le sud, 119 dans la Grand'Anse, 122 dans les Nippes et 2 dans le nord-ouest. Dans le moment où on a parlé là, nous dénombrons tout à peu près 5700 blessés et dans différents départements que je cité là. 这个地震造成1万徛家毁损，3万的家庭失去家园，和附近的拉比国家、哥伦比亚甲墨西哥紧急用空运甲陆地边界送救援食物甲药品进入灾区。En este momento estamos transportando 14 toneladas que consisten en víveres, mercados, mantas y también vamos a llevar agua y unas plantas eléctricas para apoyar el apoyo a estas personas que tanto lo necesitan. 救援人员把握黄金救援时间，努力要把受困伫逃救队内底的人救出来。因为附近的海边有一个热带风暴格瑞斯，特别伫当地16到17登陆侵袭海地，到时阵强降雨有可能造成抢救的困难。为此，联合国官员嘛要求建立一条会当软过武装组织团体的人道救援走廊，协助灾区。So UNICEF, we are really calling, advocating and calling for a humanitarian corridor in Haiti to allow a quicker and safer transfer of goods and people to the south. So 美联社报道，今麦有社交媒体采访到其中一个武装团体，表示愿意提前帮救援物资过去，不过这个消息目前也无得到证实。国际新闻台是董炳义。讲到当咧世界团的德尔塔变种病毒，也和欧洲的新南威尔斯省当着上艰难的情形。14一天增加466个本土病例，也和当地政府赶紧调整防疫措施。另外，也有媒体报道讲，变种病毒会和疫苗的保护力下降。就美国专家表示讲，若要达到群体免疫，是需要90%的人做过疫苗，不过这90%是一个真困难的目标。民众伫车内接受医护人员咧做体检。澳洲新南威尔斯省拄当着德尔塔变种病毒来咧烧话，检疫嘅人数嘛称真悬。14高一天，佫增加466例本土病案，这个数量佫再加悬。15嘛有415例，安尼互当局决定讲要来加强防疫措施。10月开始，民众出外买物件运动，拢要限制伫咧徛家5公里以内范围内。The last thing we want to see is more deaths because of this outbreak. But unfortunately, we know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see unless we reduce case numbers and unless we increase the rate of vaccination. In relation to where the most concerning areas are, they remain, of course, in Western and Southwestern Sydney. 违反防疫规范的罚款嘛，对1000澳币甲提悬到5000澳币。新南威尔斯的省长嘛表示讲，9月和10月疫情会更加严重。美国当遭受到德尔塔病毒的霜冻。疫情正严重的密西西比州，疫苗的接种率有较低，不过当地人口较侪非裔人口，煞对注疫苗有犹疑。I'm gonna be honest, yes, I had a lot of worries, concern. But honestly, I was actually pretty skeptical. 因若上早开始注第3剂疫苗的以色列，面对德尔塔病毒嘛唔敢大意。这礼拜3会来提悬新的防疫措施，包含全面实施所谓的疫苗护照，佫会甲群聚活动甲管控较点点的。גל הדלתא שוטף את כל העולם כרגע וגם את מדינת ישרא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ניצבת בפני שיא התחלואה בשבועות הקרובים, לכן היה חשוב בשם אזרחי ישראל להגיע לכאן, לאיכילוב, לפנימית. 不过，当各国的政府当咧推塞注疫苗，希望会当来达成群体免疫的时阵，偏颇社说报道讲，包含德尔塔变种病毒会互疫苗的保护力下降。说互群体免疫的条件都要有悬。美国传染病协会就预告讲，德尔塔变种病毒已经甲群体免疫甲有悬到80%以上，甚至到90%。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马来西亚的首相无尤丁所带领政府，因为对抗疫情无才调，引起民众愤怒。今仔日首相也讲，伊要辞职落台。另外，伫咧泰国的部分，因为疫情关系，已经连续2礼拜拢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因要求总理帕拉育就爱来落台。
16载起，马来西亚的首相无油丁，坐乌色轿车去龙坡的国家皇宫，要会见国家元首。这届来上重要的目的是要请辞，结束17个月执政。马来西亚的政治无稳定，加上新冠疫情双重的压力，局势是规个乱糟糟。首相无油丁因为防疫做了真歹，致使马来西亚的疫情是炭烧了真严重，甚至无限期全面的管制，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民间发起乌旗的运动抗议，要求执政者都要落台。Tidak berhasrat untuk terus berpaut pada dahan kuasa. Dalam keadaan ini adalah wajar mandat dipulangkan semula pada rakyat untuk memilih kerajaan yang baru apabila tiba masa yang lebih sesuai. 有几个党组的国民联盟，内底无统党有几个党员无愿意阁支持首相，致使执政联盟崩盘，无油顶伫国会失去大多数的席次。因若说落来，有啥物人来领导政府？将其买的决定权是伫元首苏丹阿布杜拉的手头。伫路人的汽车甲奥多摆，是互交通规个袂颠袂动。民众比3期钟头的手势示威抗议。15泰国的首都曼谷，几个所在出现反政府示威的游行，侪民众伫车顶持喇叭，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嘛要求总理帕拉育都要落台。รัฐบาลควรจะรู้ตัวได้แล้วว่า7 ปีที่บริหารประเทศมามันล้มเหลวยังไงอย่าทูสียิ่งเป็นสภาวะโรคระบาดทั่วทั้งประเทศคุณควรบริหารจัดการได้มากกว่านี้คุณไม่ควรเอาแต่พวกของคุณ从去年学运以来，要求修宪甲王室改革的声音毋捌停过。今嘛全国第3波疫情是愈来愈热烈，反政府的势力搁再出现。青年抗议团体连续2礼拜发动6届大规模的示威，警方出动水炮车、手铃枪支，也搁有催泪加速来驱离这的民众。致使这示威抗议的活动，尾手拢伫警察甲民众激烈的冲突当中结束。公视新闻王碧文报道。新北市伫今仔日有增加6个本土病例，这6个人拢是亲戚朋友烧酒去花莲佚佗了后来确诊的，感染源也同咧追查。另外，台北市今仔日增加1个确诊病例，是外籍移工，到当时找无感染源。新增个案。新北市16增加6例本土病例，5例地处隔离阴转阳，1个新增全台上侪。这6例是家族到花莲旅游了后采检确诊，感染源要厘清。这1个新增个案住伫邦桥，初2到初10捌甲家族到花莲旅游。初7到初9是甲新增1回，邦桥2位亲友共车食物件，经过地处隔离甲采检发现，永和囝婿查某囝甲新增的朋友 PCR 拢是阳性。4块咧住伫泸州的集中同事，其中1个个案CT带32，怀疑这可能是原始的感染源。从板桥一个个案以后，确认是家属同游，也确认在整个台北的职场里面有同事匡列以后。我们在怀疑这个 CT 值32是不是最早的感染源，或是目前还没有这个发作，还在高点的当中，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去厘清楚。新北市也公布因伫花莲的卡领，初7到初10伫花莲市区西亚市食美食，也去过吉安乡甲新社乡旅游转去了后，也陆续去过永和甲艋舺其中。因597例伫12、13坐集分之外，14搁开车到国道泰安服务区中华婚姻甲汤圆。因5967例是12坐集分到台北车站，搁转坐高铁落南高雄，14转去。因5969例坐集分为府中站往返桃园内站，13暗到邦桥的健身房运动。台北市16增加1例是外籍移工感染源不明。昨天加1哦，今天加1，你知道哈？但是我们这2例都是属于那个没有身份证、没有健保卡的外劳。大部分可以清的，我们都清掉。现在就一些比较隐晦的案例，你知道吗？比较头痛。过来疫情转好，国民党讲台湾内部相对安全，不过全世界疫情炭烧，边境管制更加重要。台北市也放宽吃娃娃机店的限制，为原本ICC有人伫现场管制，改做每点钟巡逻清消。搁缩短营业时间是早起8点到暗时10点，缩小出入口，强制挂喙暗，禁止饮食甲部分。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早起开放登记高端疫苗，一开放网站就塞车。另外，指挥中心宣布，联亚疫苗的中和抗体数据无合格，无通过 EUA 审查。
你好，麻烦一下帮我预约高端。16开始，民众会使来预约高端疫苗。早时10点一开放，1922网站就随搭车，到10点半左右才豆豆开放正常。除了家己就网络预约，嘛会使到药局请药师到3工，10点一到就有民众上门办理。因为其他品牌我是感觉说，国制的跟那个其他的都一样意思。因为它是长久以来的那种制造过程嘛，所以我觉得比较安全一点。今天为止，我们确定可以封签检验是等于是614204剂，所以是照着我们的规划的人数。那当然，随着如果封签检验如果再有合格的批数，那也不排除在这一波的施打的时候再加进来。高端疫苗15表示，已经向巴拉圭申请高端新冠肺炎疫苗的 EUA， 在巴拉圭的第3期临床试验嘛正在继续进行。另一方面，指挥中心表示，联阿新冠肺炎疫苗的 EUA 审查结果是无通过。我们一共有22位的专家出席，主席没有参与投票。那21人投票的结果是有4人是补件在议，有17人是不同意通过。疫苗安全性可接受，具细胞免疫反应趋势。但另外一个综合抗体数据显示，未能达到锁定疫苗免疫桥接不劣性的标准。联阿要伫印度进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指挥中心表示，联阿会使家己评估，看是毋是要摕第3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过来是药师申请审查。记者郭不管场随台北报道。中共有一位员工得日注莫德纳疫苗了后，昨暗煞上班到一半昏倒在地，送病院也是救不回来。家属指控讲死者是因公死亡，要求中共要用较好的条件来安慰死者。不过中共表示讲，敢是因为公务来死亡咧，日恐惊是怪调查。死者后生讲，因为阿嬷也伫咧，所以家属决定唔解剖，以免长辈无法度接受。伊伫立委的陪同出席记者会。57岁死者是中共领班，10时下昼注莫德纳疫苗了后，登去厝休困。15起床，认为身体无异状，前往中共上班。伫户外工作一段时间了后，登去休困室，身体各样含入昏迷，3日急救不治。家属阁指控现场无 AED 急救设备有欠点。或者说，这样子不能从优抚恤吗？还是递补一个人进去这样子等等的做法。家属强调，死者是伫职场中死亡，应该以因公死亡将有复述。对此，劳动部代表强调，相关劳动调查进行中，也会将主要标定因素列入考量。那做完以后到休息室休息，那这一些都算是一些原因上面可能会触发本身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打疫苗的后遗症。那这样子我们都会一并纳进来。我们都现在还是以安抚家属、协助家属怎么样去做好这个料理后事让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总是有公司的一些抚恤的制度啊，要按照怎么样的一些状况该做自己的一些的处理。总是有它的一些制度在嘛。中共强调，事发迄天，就随通知高雄的劳检处进行劳检，也有派员慰问甲协助家属。一旦起因调查清楚，一定会依规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国内工作日期间，不过放无薪假的人数在千悬。根据劳动部上新的统计，目前有4700多间的公司，57000多人伫咧放无薪假，比顶一期增加2400多人。其中也是旅馆、餐饮、旅行社，还有做买卖是占大部分。工作人员无用整理册资料，过来盘点看上册三期实体店面，也是网购平台，因为疫情的影响，出版相关产业的营运条件不佳大。大概有将近60%的业者，其实是有开始发生所谓的无薪假、降低工作时数。疫情大概降到2级之后，整个书店的来客率跟整个活动，他们是有增加的。我是蛮有信心的啦，但是重点还是要政府所推出的一些像艺坊券。或者是振兴券，我们艺文产业包括出版，
它的占比是多少？伫劳动部公布的最新减班休困，也就是无薪假统计当中，截至13为止，民生工业、出版、影音制作、传播也甲资讯通服务业的实施件数拢是上悬的。整体来看，全台湾同步实施减班休困的企业拢总有4700多间，5.7万外人，比顶一期统计增加200多间，以大数餐饮、批发、零售、支援服务业上济。比起前几个礼拜一个礼拜大概增加1万多人的情况，稍微比较趋于一个稳定缓和的状况。增加的最多的人数其实是在以旅行社为大宗的这个部分，大概增加了97家，1393人。纾困方案大概告一个段落的时候，新的纾困方案还没出来之前，劳资双方大概协议先走减班休息的方式。虽然疫情境界已经为3级降到2级，不过对于大数参与观光业的影响也是持续。譬如讲，韩社集团就宣布要启动3星计划，预定参展人数将近100人。这原来是伫去年底军疫酒店了后，饭店业大规模裁员行动。不过劳动部也指出，对着疫情较长后，部分电影院已经停止实施减班休困，所以伫学校陆续开学了后，客运公车这相关行业会当慢慢恢复。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海山警察分局有一位查某警察伫交通违规开红单顶头出问题，常常去互民众投诉。落尾警方表示讲，这个查某警察又状况无稳定，要求伊袂当领红单簿仔。不过顶个月伊家己去领设备，去甲民众开红单，防记新改两改。伫路林巡逻甲处地维持交通的特殊，是警察事上的工课。不过伫新北的海山警分局，有一个警察因为引用错误的法条开单等等的原因，互分局是清在接到民众投诉，退单率嘛比其他的警察悬真济。分局发现讲，伊有身心的疾病了后，暂时禁止伊领开单的簿仔等等的设备。不过顶个月底，伊不服这个命令，佫偷偷摕去用，所以家己2支新改。该名女警因身心状况问题，不适合执行交通违规取缔告发工作。该名女警擅自领用电子告发设备，故以不听从行政命令，依规定议处。因为不满防记新改，这个警察是起一个伫咧人面册铺文，即是讲伫咧巡逻的时阵开单告发敢有毋对，抑佫讲因为安尼佫一届受到创伤，就算去精神科摕药仔嘛正常。不过海山警分局回应讲，伊违反命令才会来处分，目前是转介自伤辅导。机关的角度来讲，他们就需要要求有合格的专业人员做心理检查或者生理检查，然后我们有内部有关老师的机器，那关老师会进行访谈，还有一些专业的记录，然后我们会看状况，看是否需要调职。警管会表示，警察的职务基本上未直接调动，除非这个警察涉及涉案、办案疏失等等，去互警分局认定讲伊做工课无认真、无落实，才会来调职。若这个警察会有内部咨商的机制，配合外部的专业人员介入评估了后，再决定敢是要调动伊的职务。记者综合报道。彰化的东丽溪伫咧落大水雨了后，溪底煞出现砖仔角，当地民众认为讲是包厢乱倒建筑废弃物。水资处表示，这是青土山施工时阵所铺的，毋是违法的物件，目前也要求包厢要赶紧恢复。河流边仔的落瓦门内有真侪砖仔沉伫其中，甚至有规地的建筑废弃物。这是贯穿南彰化9个乡镇的东丽溪，俗称旧落水溪，有彰化母亲之河的称呼。也不过眼前的场面，互当地人非常不满。你看后砖仔角啦，后这了好嘛，这泰路啦，有用塑胶地板啦，这种物件拢属污染物希望县府会当重视。今年5月，彰化县府进行东丽溪离林段、大马桥甲保险段、天成桥清污工程8月初的一波大雨，当地民众发现落雨了后，河床河岸冲出大量的建筑废弃物，经过查证是清污包厢倒的。县府证实是包厢以硬件性以土石风材料灰电施工规范铺设作为施工便当使用。因为新政府这边要快速的把这个布袋林清除完毕，所以我们用集聚的方式来办理清除。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施工便道施工便道我们是用这种营建剩余土石方合格剩余土石方来做铺设。水资处表示，为了铺设便道，使用的硬件剩余土石方，佮测调溪流烟花的大树，拢伫合理的规范。也毋过河流烟花技术防堵废弃物甲粪扫部分，将全部移送检警调查。规年趟停嘛有啊，整年都有啊。到他们不晓得是什么时候来丢的，我们都不知道。
很多人来丢。对，很多人。官府要求包厢伫8月20日前，移除时间变多的营建圣仪土石坊，恢复河道原状。不过位于倒去的大树根部会当发现土壤内有各种的粪扫，民众认为当日启动年拢有乱倒粪扫问题，政治无情之祸，爱为根本做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西港的新安宫有一顶100年的新桥，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看卖。伫咧台南西港的新安宫，洪在李府甲雷府千岁王爷有一顶100年新桥，是当地珍贵的文化资产。这人甲算起，这过来代人啦，我都90万吼，过来代人吼。所以讲，这个新桥的特色是旅游先济，最珍贵，啊个会体啊。客家了啊，会较多歌乡因拢过来参加，因新名拢请出来做伙坐。一间角头庙，毋但有100年新桥出巡的装备，也是台湾工艺典型。无论是牛线新桥顶的桥坎、滴水顶头手八仙落甲鱼下水族，拢是代表吉祥的意涵。而且手部拢是做跳蚤手工厂，展现信徒用心。较早阮的歌乡掠出去，阮做少年的时厝面，但系要看这个牛线。这个牛线有够水哦！伫咧庙口有一丛200多年的青瓦，真侪旅客来到这看100年新桥了后，也来到这行咧。当地居民也向市政府申请农村甲社区营造计划，希望有正人的拍拼，甲角头庙的光彩找到回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为着要传承古纸这项工艺，特别邀请国宝级的古纸师傅吴文正来开课，配合着香科年制作有创意的礼器工，咱做伙来看卖。一只搁一只利鱼公，色水野目，工法搁有路。这是台南市文资处邀请国宝级的老师傅吴文正所办理的古纸工艺课。拄开放报名，一个就随满，一班敢若收10名。透过吴文正老师指导，会当用家己的创意完成独一无二的利鱼公。即届我会小这个交文资处来做这种传统艺术的推动哦，用利鱼公。带香科年，互大家把这个礼仪工变做是亲近咱的生活，把咱的传统工艺保存落来。今年正是台南的香科年，原本是庙会活动上热的一档，本来疫情也咧滚价，目前暂时拢延期。也拿这回所制作的古纸，正就是西港庆安宫王船主条顶的礼仪工，但是用铁线凹出一个形，将古纸起哩就色，插5王旗，佮绑2支手，最后一步安上鱼鳞就完成。你讲有5王旗东南西北中有5色5王旗，伊的手就用绒球，这你讲的符号上重要是这个配色，所以一般你讲是用手金、5红布开工还甘蔗，用咱这是算等于也会当观赏会当摆饰所以我就用一块茶挖一个坑插钱啦，我就做安尼这自然的展现。来上这个课，其实觉得从来不了解什么是鲤鱼工，然后吴老师解释得非常的清楚。然后从最基础的框架、结构、糊纸，然后上色，一步一步教我们。吴文正师傅坚持这项传统工艺已经超过39年。开课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大家会当有机会接触到古纸艺术，有兴趣去了解，安尼台湾的工艺手路才有法度一代传过一代，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水上南进车头边的铁路宿舍，最近有风声讲要拆掉也引起在地民众关心。今仔日文化部长李一德甲嘉义县政府做伙去视察县城古迹，也就是新港乡林开台诊疗所旧厝修复情形。李一德也针对着铁路宿舍的部分，讲会请相关单位去了解。听当唱未来规划报告，文化部长李永定16载时来到嘉义县，除了要了解蒜头当厂再造计划进度，另外前后重点是要来新港看县城古迹林开台古厝修理的状况。那这个建筑物本身还有人在台湾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跟位置，那部长会全力支持，
让这个地方未来可以营运变成新港地区最重要的一个人文的聚集点。嘉义县最上乡南靖车站边的铁路宿舍，传出要拆掉的消息，引起嘉义县市文史团体的注意。李英德表示，会阁请文化资产的单位来了解。伫宿舍边的南靖国小嘛讲，宿舍若是会当保留，对在地历史教育有正面的意义。这个南靖车站的部分还有那个糖厂的部分在做这个文资的审议那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包括各位所关心的宿舍群那个我请我们文资局那进一步去了解台铁这些建筑的保存如果能够保存下来，当然就学校的角度跟历史来讲，跟学习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铁路宿舍进前经过文资审议了后，判断无保存的价值，所以代替才要拆掉。不过文史团体认为，南靖灯厂甲车站应该做伙保存，才会当代表南靖的商业历史。希望相关单位应该要重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青院伫10月特别举办台日连线记者会，宣布要举办脑来台湾旅行活动，会伫日本东京的册店展览台湾的文学作品，希望日本民众会当透过活脱的世界，走入台湾的历史甲文化。1867年，美国商船罗梅号伫恒春外海发生船难，船员意外踏入台湾地盘，发生一连串无共族群的冲突事件。佮以台湾白色恐怖做背景所创作的校园悬疑历史片《番号》。你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无论是斯卡罗的原型小说《咖喱花》，也是改编电影《番号》的影集小说，为8月16日开始伫日本的册店展出，希望日本朋友透过册本更加认识台湾的历史文化。因为我觉得台湾的特色就是一个多元融合，然后有创新，然后有历史。日本一般对台湾的过往的一些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兴趣，然后日本应该说在台湾其实蛮多故事性，所以让日本有共鸣。文青院举办的台日文化交流活动，脑来旅行台湾，要伫日本16间册店进行，展出超过50部的台湾文学作品，参讲座活动，也特别邀请政务委员唐凤担任台湾主题讲师。台湾是融合了非常多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血脉不同的认同，所以在这边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文化，它既可以去跟我们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文化互相对话。根据交通部观光局统计，2019年日本来台湾的旅客头一遍超过200万人。不过，这阵受到疫情影响，国际旅游受限制。即便伫日本册店的系列活动，希望透过文学作品，和日本民众有来台湾佚佗的感觉。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个时间再会。